是甲婚姻有关，所以就用到这条诗歌。这条诗歌我无要搁特别来练是敢若互咱知影讲这条诗歌。过来就是伫咧咱几啊遍，伫咧咱的迄个咧信仰告白的时阵，来麻烦切到信仰告白的地方。伫咧信仰告白的 OK，对，信仰告白，头起，上去，好，上去，再上去 ，OK， 好，在那页，第3页，下一页 ，OK， 伫咧我相信咱已经几啊遍，大家人伫咧信仰告白的时阵，拢会伫咧一个所在去揢了，有无？吼，就是伫咧我信圣神，胜过共同的教会。这个是因为咱伫咧3月份的时阵，今年的3月份，咱的总会信仰教济委员会做一个修正，所以伊原底本底咱讲啥？讲我信神，我信圣神，我信迄个胜过共同的教会，像迄个内面，伊将迄个我信共同的教会迄个部分，伊甲迄个我信去掉。啥去掉？第一个是因为要互咱的台语版甲华语版有做一个安尼，拢会通安尼，拢完整一模一样，过来就是因为教会是多人的团体，所以迄个敢若会使讲胜过共同的教会，袂使讲迄个那亲像讲，咱敢若有信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我信圣神，我信圣父、圣子、圣神。但是伫咧教会部分，咱袂使讲我信，咱敢若有信三位一体的上帝。这是伫咧迄个信仰教育委员会特别甲咱做一个即个修正，所以互咱的会友知影，当咱伫咧念到即个第3页的时阵，会记哩，迄个所在有做一个修改，就是胜过共同的教会。以上的说明。兄弟平安，这时第一堂台语礼拜要开始，请关手机，安静心来敬拜上帝。
来啊，咱来唱歌学乐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着对伊唱歌，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请咱做伙来吟圣诗，学乐上帝。圣诗303首，圣诗303首，主，我要学乐你，请起立吟全首。咱游玩徛着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印伫圣诗的头前面，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吊倒因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伫死人中复活，上天，加进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庭，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不公同的教会，信和相通，做赦免，肉体过我。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咱即马同心来启应文第31篇，也就是诗篇127到128，印伫圣诗后壁面1055页。
显着我来客，请兄弟来应。厝地若毋是上主建造，建造的人就空空着活；城若毋是上主固守，守望的人就白白警醒。恁早早起来，暗暗才困。摊磨趁食嘛无采工，上主所疼的人，伊互因好困。囝儿是上主所赐的产业，婴仔是伊的报赏，少年的时所生的囝儿，亲像勇士手中的钱。钱底把的人真有福气。因伫城门口甲对敌争辩，拢袂抵到建设。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遵行伊道的人真有福气。你会当食双手拍拼得到的食面，事事顺利，真正幸福。你的某伫厝内亲像熬结果子的葡萄树，你的囝儿围伫你的道，亲像橄榄栽。做声敬畏上主的人一定这呢幸福。愿上主对錫安赐福予你。愿你一生会看到耶路撒冷繁荣。愿你会看到行行顺顺。愿以色列平安和平。咱即马同心来祈祷，听阮的天父，感谢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阮每一个人拢是你手顶的珍珠，心中的宝贝。阮知影掌权的天父时刻甲阮同在，阮无伫惊吓遐个看袂到的危险，要用警醒的心来孝顺每日的恩典，用懊恼来回应你早已经为阮预备的供应，搁伫阮满有愿望的时，鼓励身边的人，鼓励身边陷入烦恼困苦的人，同齐来经历你的奇妙，互真光照光阮身边的环境，将黑暗变做青翠的山谷。感谢天父。我嘛要谦卑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当阮伫生活中无过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听主阮的上帝，当阮爱世界的事超过你，当阮注目对着世间的欲望，无注神伫你的心上时，恳求天父帮助阮，互阮有反省的心、敏锐的灵。搁转到你的面前，愿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以弗所书第5章21到33节。以弗所书第21节。恁着用敬畏基督的心，互相顺服。做妇人人的，着亲像顺服主安尼顺服丈夫，因为丈夫是妇人人的头，亲像基督是教会的头。伊本身是教会伊的身躯的救主，亲像教会顺服基督。做妇人人的，应该嘛着事事顺服丈夫。做丈夫的，着疼妇人人，亲像基督疼教会，为着教会牺牲家己。伊安尼做是要通过伊的话，用水洗清气来圣化教会归上帝。第27节，互教会有阳光，拢无污点，无条纹，也是其他即款的缺点，诚做圣洁无瑕疵，通献互家己。相款，丈夫着疼家己的妇人人，亲像疼家己的身躯。疼妇人人就是疼家己，无人怨恨家己的身躯，颠倒是家己保养、照顾，甲基督对待教会同款。因为咱是伊身躯的肢体，
圣经讲，因为安尼，人会离开父母，甲伊的某结合，两人成做一体。这个经文启示一个极大的奥秘。照我的理解，这是指基督甲教会的关系。总是，这嘛适用伫恁逐一个人。丈夫着疼家己的妇人人，亲像疼家己；妇人人着敬重伊的丈夫。愿上帝的话成做咱的智慧甲帮助。这时，青少年团契要带咱来学乐上帝，因要吟的诗歌是《何等的恩典》。
愿一切水的歌声，成做芳芳的祭，达到上帝的面前，得到伊的欢喜甲感乐。今仔日要为咱正道的是本堂林耀新牧师，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属上帝的婚姻观，将时间交予牧师。是阮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伫主你成的处理，搁一届主持阮来到伫主你的面前。阮也要透过阮今仔所领受主你的话语，啊，恳求主圣神踮伫阮的会中，主你家己来亲自来启示你话语中的奥秘，互阮会通真明白你，也透过主你的话语，成做阮生活的准绳，阮的准则。互阮会通效法主耶稣的模范，伫阮的日常生活中活出主你爱阮活出迄款安尼的生命的见证。互侪人因为阮所活出迄款安尼的生命的见证，阮的家庭所活出迄款安尼的见证，家庭的迄种和乐，互侪阮的厝边、阮的同事、阮的遮个亲人朋友。看见阮的家庭，就将一切阳光归伫主你，也欢喜来跟对，来成做主你的学生。阮安尼恳求祈祷，靠着所基督圣名，阿免。咱即几礼拜，咱拢咧讲几个观念。咱伫咧之前，咱有讲起着即个愚公甲着即个智慧。一个迄个中间，咱着讲着迄个一个真要紧的观念，就是咱每一个人拢着爱用着你是我的老师安尼的迄款的观念来彼此来相对待互咱家己当做学生来用着真谦卑来对待别人，安尼圣神就要成做咱的老师，是咱的老师就会通伫咱的生活中，互咱会通来实践出来，也伫咧安尼。互咱会通活出主爱咱活出迄款安尼的款式，咱有迄个亲像主耶稣共款安尼迄款的谦卑顺服主安尼迄款的心志，诚做互主的名，因为咱来得到荣光。咱伫咧顶礼拜也讲起着安逸好是苦难好安尼的问题，伫迄内面咱也讲起着苦难面对苦难有三个态度，即三个态度就是咱无惊即个苦难也。面对苦难，搁来较赢即个苦难。苦难，互咱会通看见着上帝安尼伊的迄个大能，甲着伊的恩典，要甲咱送啊伫地。咱迄个，互咱伫咧苦难中，咱会通看见咱家己的迄款的不足，甲着咱的软弱，伫迄个中间，咱会通伫遐来学习谦卑。上重要就是咱会通伫咧即个苦难的内面，咱无埋怨上帝，也伫咧即个苦难内面咱会通。安尼紧紧来牵条主，伫咧搁咱就算讲咱是伫咧顺境，咱伫咧安逸的过程的内面，咱犹原无袂记咧上帝。无论伫咧啥物款的光景、啥物款的境况，咱拢安尼倚靠上帝，经历咱的主、咱的上帝。所以咱伫咧咱今仔日，咱要来煞接来讲第三个观念，就是属上帝的即个婚姻观。伫咱最近毋像最近，咱近代咱的即个社会普遍安尼面对一个真严重的问题，就是伫咧婚姻的问题。咱用常常讲古早人讲齐家治国平天下，家若无安尼好势咱讲要搁做较大的代志是有困难的。所以，即个婚姻的问题，诚做一个真要紧的。但是，咱也看见伫咧教会内面，犹原免不了有拄着安尼的问题。伫咧即个婚姻安尼，婚姻的问题破坏了迄个家庭，带来甚至是儿女也对咧出问题。这拢是安尼撒旦伫咧即个末后的即个时代伊的所做。要互人有迄个错误的迄个婚姻观来就诚做咱伫今仔日咱的教会伫咧即个末后的即个世代一个真要紧的挑战，要互上帝儿女伫咧婚姻的内面有一个真正确的观念，也来安尼咱讲拆穿
拆破即个撒旦的即个伊的白贼，就互咱有法度安尼照着上帝的心意来建立一个安尼真美满的家庭，甲着迄个婚姻生活。安尼，迄个属上帝婚姻观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婚姻观？搁咱要先大先来看迄个撒旦安那带互人迄个错误的迄款安尼的婚姻观。第一个观念就是伊互人安尼，就是讲迄个婚姻观会通讲多婚呐，讲不断的是重婚，是讲安尼互侪安尼婚姻是安尼几啊，甚至咱过去以早伫咧安尼有人去到伫中国的时阵，伫台湾一个某，伫中国嘛一个某，你若讲搁去到别位，搁别位嘛搁一个某，迄种多婚的即个迄种情形，撒旦互人的迄个观念是安尼济人，人愈济，福气哪济，安尼迄个享受哪济，所以人安尼有一个某游玩无法度满足。搁伫咧外面，伫遐咧敲吹，伫遐来安尼，拢伫遐咧寻找迄个享受，搞婚外情，甚至安尼娶侪某。但是咱要来看的就是，咱安尼扪心自问，真正侪某就侪福气吗？真正有真侪享受吗？其实咱会通看见着，伫咱的圣经内面。不管是对阿伯拉罕，一直到大卫，那愈侪某所拄着的代志，那侪也虽然检采伫咧肉体上有安尼真短暂的享受，却是换来真久长安尼迄款的烦恼，带来真侪真复杂的人际关系真侪真侪人。迄个罪人的迄款的真相，就是愈侪烦恼，愈侪的迄个痛苦。第二个迄个撒旦互人的迄个错误的迄个婚姻观念，就是将迄个婚姻当作亲像食面共款，伫遐来互咱会通伫遐试食共款，伫遐试婚，互咱安尼咱会通。听到像尤其咱不管是你去菜市去百货公司，若去到伫咧一寡迄落食面仔的单位，咱会讲啥？无试咱哪会知影有下味啊无？但是咧，咱听起来那亲像真有道理，但是毋是逐项拢会使试。有侪人就伫咧即个婚姻进程，就来伫遐同居，甚至来发生关系，为着是要来试看觅啊，讲彼此之间敢有下属啊？即款的无有任何的承诺，无有任何的委身，迄款安尼的关系就安尼，诚做一个咱会晓看见的，就是怎啊咱的社会侪的迄种的无负责任的迄款的社会风气，咱感觉无适合。就换一个人，搁来试看卖啊咧，造成确实安怎？造成侪人的心灵安尼来受到伤害、受到创伤。这是撒旦伊对咱的一个欺骗，伊将人当作那亲像安尼食面共款，咱会通伫遐来安尼试食才会食面，但是人是一个完整的个体，是一个有灵魂的被造物。所以，一旦咱被试看卖啊，就无法度恢复原样。这是一个真人甲万物，一个包括其他的动物，一个真无共款的所在。人是一个有灵有魂的个体，所以咱毋是干只有一个身躯，嘛毋是干只有灵魂，嘛毋是干只有魂，咱阁有包括有灵。当你甲人。甲某一个人产生关系的时阵，特别是即个肉体的性关系的时阵，咱会感觉讲就是敢若肉体跟肉体之间的关系，真正是安尼吗？事实上是，当迄个安尼性器官的接触的时阵，是包括着伊的灵魂也跟着一起有关系。迄
迄个灵就对伫咧即个信心的内面，就安尼入去。所以咱会通看见有的人，伊若是安尼去，伊家己有婚姻关系以外，伊搁伫咧外面有做遮个伊的性伴侣的时阵，你会看见迄个人伊的灵魂是错乱的，因为伊的灵甲着其他的灵一直伫遐混杂。如果伊若确实是伊家己去到，搁毋是伫咧婚姻的关系内面，伊是搁去找其他，包括着遮个性工作者。遮性工作者，伊搁甲侪遮个无共款的人有遮个性的关系，迄个性工作者伊内底灵有偌尔复杂。当你搁甲伊有任何的性关系的时阵，迄个灵入来到伫你的内面，是安怎讲？伫咧主耶稣伫遐讲起讲，有一个人伊互鬼附身。耶稣甲问讲：“你叫什么名的时阵？”伊讲：“我叫做赢啦。”是安怎叫做赢？有足侪灵伫咧伊的内面。所以咱就会通知影讲，如果咱若是无法度持守咱家己，咱甲将咱的婚姻当作亲像食面，伫遐试来试去的时阵，你的灵会甲偌济灵南做一伙。第三，就是咱的。撒旦伊将迄个婚姻当作亲像商品共款，甚至是用后即丢。这是一个咱即马伫咧看见，伫咧即个社会上真普遍的即个现象，就是离婚。每一年的即个离婚率不断伫遐来安尼高升。咱台湾即马目前的即个婚姻的离婚率，差不多是约略差不多是两对，其中就一对是离婚。我昨一直伫遐要找内政部的资料，我一直找无。我想讲要找一下较正确的迄个数据，我是几年前的时阵，差不多是已经超过50%，但是我就一直找，我就无时间啊好，安就莫找。但是即个离婚率一直拢继续伫遐安尼伫遐高升。为什么现今的即个离婚率会遐尔真做遐尔频繁？因为撒旦互人一个假象，就新的比旧的较好，感觉讲新车比旧车较好，新的衫比旧衫较好，所以人嘛是期待我有一个新的丈夫、新的某比旧的较好。但是人毋是商品，商品是新的比旧的较好，但是人的关系是旧的比新的较好。老朋友好是新的朋友好，当然咱会当知影，咱的老友是比新的朋友更较好。为什么？因为咱安尼老朋友，咱之间是迄种安尼彼此了解，伫迄个接纳的程度也比一个咱新熟悉的即个新的朋友较悬。共款，夫妻的关系嘛是共款，即个翁甲某。嘛是愈老愈好，咱会通看见有侪安尼值得咱欣赏的遮个老夫老妻，安尼因伫咧年老的时阵游玩，继续安尼手牵手伫遐散步，会通互咱看见是一个互人会通安尼欣赏的。翁某是迄个哪老哪好，若是人抱着迄个老的比新的较好。就有法度去解决侪遮个离婚的问题。当然，还佫有其他的问题，咱后壁会通继续来讲。第四个问题就是，撒旦伊将婚姻当作亲像动物共款，伫遐乱婚。人伫咧即个婚姻的外面，伫遐安尼追求迄个刺激，甲着迄个快感，所以。咱会通看见即个婚姻以外的迄个关系变甲哪混乱，毋那是干那有一夜情，搁伫遐甚至干那互相的交换迄个即个咱讲迄个叫做性伴侣也好，是讲甚至换妻交换性派对等等遮个乱搞的遮个活动，上主要就是。撒旦互咱一个观念，叫做大家欢喜就好。
也就是讲，任何人拢彼此之间无有任何的迄个关系，吼，无有迄个种，反正逐个人安尼，我今仔日安尼，我欢喜就好，但是我毋免为对方安尼负任何的责任。就是安尼一个错误的观念，将迄个原底本地婚姻是一个委身，是一个承诺的迄个两性的关系啊，将甲抽离，互即个婚姻的关系变甲非常的脆弱啊，夫妻的关系就变啊非常的即个安尼冷漠吼。即款的即选择啊，安尼讲叫做完完的接受吼，毋免负任何责任哦，那亲像动物共款。只干那知影顺坦迄个咱的生理面顶的迄款的欲望，何况咱会通看见的是有偌尼啊侪遮的动物，不管是安尼遮的迄个野兽也好，还是禽鸟也好，因有的甚至因的安尼，咱讲叫做一辈子，因干那只有安尼叫做单一的吼一个安尼伴侣。上简单的，就是咱教会外面有侪遮的迄个斑鸠，吼，斑鸠就是他们就是一辈子就是夫妻。你若看到一只斑鸠、斑甲，吼，你就会看到另外一只，吼，因拢是夫妻，安尼双宿双飞。所以咱就会通看见讲，咱动物因就会晓安尼的时阵，咱却伫咧迄个过程内面，咱干那为着要享受迄款安尼迄种的性刺激啊，迄款的侪安尼的迄个安尼快感，致到咱的婚姻错乱，这拢是撒旦伫咧咱的心内所压的即款安尼侪遮的经济。第五个吼，就是伫咧咱的即个婚姻的关系内面啊，产生的即款的同婚的即个怪婚，同性恋合法化，吼。是现今咱即马即个社会引起真侪注意的即个课题，特别是真侪遮个先进的国家，包括咱台湾，吼，即个同性恋团体提出人性的遮个人权要求爱尊重即个同性恋的即个族群，甚至要求爱将即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等等，真做一个叫做讲进步衍生，结果却是。安尼衍生侪问题，撒旦伊伫咧即个中间，伊伫遐欺骗人，来追求迄个自我的满足，提倡是啥物？我爱怎样就爱怎样，的迄款的人权的主义。咱一直伫遐高举人权，结果咱却是将上帝主权来甲伊放黑角。哦，这是咱咱所拄着的问题。不管今仔日咱的国家。伊的即个政策是啥物款？但是做一个基督徒，就较亲像牧师伫咧进前所分享的，咱有到迄个国家的法律规定，但是伫咧更较关键的是咱的良心。伫咧咱的良心的面顶有上帝主权。到底咱要尊重上帝主权，是干那咱只有干那要尊重国家的主权？你真做一个基督徒，到底你是要遵守上帝的命令，是要遵守人的命令？安尼若定，咱爱应该需要将咱家己的迄个信仰提高到一个更较悬的层次。咱爱遵守上帝伊伫咧圣经内面对咱的教导。即款的观念所建立的迄款的婚姻咱会知影撒旦伊伫咧即个中间，伊赢着侪遮的安尼。欺骗的经济，用着迄个个人的主义来自我来追求迄个自我满足，却无法度来成就上帝。伊伫咧即个婚姻的中间，伊的心意到底是啥物？主的心意就是啥？就是男女两个人成做一体，来伫迄个中间来生团齐做。即个同性婚姻的即个家庭内面，就算讲会通借着即个代理孕母等等来生到伊的儿女，却是造成了侪迄个血缘的迄个关系的混乱，以及着即个儿女对伫父母的性别的迄个安尼混淆。到底是爱叫即个人叫爸爸，还是爱叫迄个人叫妈妈？因为拢共款啊。
伊伫咧自细汉伊就规个混乱去啊。安尼时阵，你用想看嘛，讲全人类的即个婚姻，就变成诚做一个真奇怪的一个婚姻。人类恐惊因为安尼来抵教袂无。过来就是咱需要看的是，咱要转来到伫咱今仔日所要讲的，即个属上帝的婚姻观，面对撒旦伫咧即个婚姻内底所藏落迄个款安尼的迄个白贼，咱应该怎样来回应？啥物个才是属上帝的婚姻观？其实圣经内面甲咱讲甲非常的清楚，上帝所设立的婚姻是啥物款的婚姻？伊是一个两人成做一体的婚姻，是上帝所配合的，人袂通分开。上帝伫咧即个婚姻内面的心意是男女两个人，但是撒旦却是将伊变做男女侪人，甚至是男两人，也是女两人。上帝所配合的，人袂当分开，但是人却是伫迄个中间，伊成做变做自行来伫遐配合，自行伫遐来分开。人离开了上帝对婚姻的迄个心意，伊所带出来就是侪的迄款的混乱，甲着侪问题。所以咱必须要转来到伫上帝伊迄个对婚姻迄个原本的迄个心意的内面，互咱会通搁一摆来享受迄个上帝赐予咱的即份的即个礼物，咱的婚姻。伫迄个中间来伫遐享受上帝所赏赐予咱即个礼物。男女两人成做一体，是甚物款？是啥物？是叫做二人成为一体。夫妻之间的这个相处，必须要是两人成做一体。那亲像夫妻虽然是两人做一伙，却无法度安尼成做一体，所以久长安尼无法度享受啥物叫做一体。安尼，即个内底包括着啥物货？啥物叫做两人成做一体？即个夫妻之间的两人成做一体，是包括着迄个灵魂体的合一。即个中间，迄个灵的合一是啥物款的合一？就是有共款的灵命、共同的意向，甲着迄个共同的目标。因伫遐结合，因有共款的。迄个灵命、共款的意向，甲着共同的目标。伊伫咧魂的合一的中，会包括着啥物货？包括着伊有共款的迄款的观念、共款的情感，甲着共款的迄款的安尼的负担。迄伫咧体合一的部分，就是伊伫咧生活中因伫遐生活做一伙，讲共款的话，做共款的代志。佫较重要的是，即个夫妻伊个别。必须要伊有个人的灵魂体的合一，才会通带来彼此之间的合一，来成做一体。所以要建立一个安尼美满的婚姻，需要的是夫妻共同伫遐来努力，伫遐来彼此来伫遐来了解到对方的迄个需要。夫妻个人必须要来尽本分来互迄个对方伊所需要的来。互迄个尽本分来，互对方所需要的。所以伫咧圣经内面来讲，迄个丈夫上需要是啥物货？伊伫遐讲到讲，丈夫上需要的是尊重。所以圣经内面安尼讲，伊讲即个做婚姻人的，着亲像顺服主共款顺服丈夫啊。即个某顺服，迄个是尊重丈夫一个真上好的表现，佮即个某上需要到底是啥物？是需要的是迄个安全感。伫咧圣经内面，伊互即个做翁婿的苦劝是啥物货？伊讲做丈夫的着疼妇人人，亲像基督疼教会，为着教会来牺牲家己。丈夫若会通用着基督做对教会迄款的疼来疼伊的某，就会互伊的某有迄个上大的迄款安全感。夫妻两人若会通伫遐尽力来达成上帝互伊的个人，互咱迄个个人的要求，就是迄个丈夫伫遐来疼伊的某囝，即个做某囝的伫遐来顺服伊的丈夫，迄个美满的婚姻就安尼会通讲，咱讲叫做遥不可，安尼都毋是迄个遥不可及。
乃是垂手可得。伫迄中间一个真要紧的，我感觉讲有当时有一寡基督徒会伫遐用着圣经的话，伫遐来要求伊的对方。有的兄弟会讲，伫咧圣经内面就讲做丈夫的是迄个做头，就来要求这个做某的，就爱来听伊的话。但是做丈夫的，啥物是叫做做头？做头是爱担责任，你爱担起即个家庭的责任，毋是无责无任。所以你要做头，你就应该亲像主耶稣正做教会头共款，爱担起来，为着即个家庭来牺牲，甚至放杀性命。所以你做丈夫的，你安怎来听你的妇人人，就亲像基督听教会。伫遐为着教会来牺牲伊家己，所以咱会通伫咧即个中间会通看见的，就是咱安尼要安怎来安尼，互即个婚姻彼此之间有一个安尼叫做讲有一个好的关系，就是翁仔某夫妻之间爱对伫迄个婚姻甲着伊个彼此爱有一个真正确的迄个期待。因为真侪即个婚姻关系，并毋是亲像童话故事内面共款，安尼讲从此王子和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迄款安尼的完美结局。侪侪这个单身的这个兄弟姊妹，伫咧即个对伫迄个婚姻充满了侪侪的迄款的憧憬，直到伊真较无即个婚姻，但是咧。结果是伫咧结婚了了，伊发现讲，甲伊所想象的、伊所期待的事实有无共款就因为安尼来安尼真紧来脱离即个婚姻的即个束缚。我伫咧今仔我伫咧昨昏伫遐咧内政部伫遐迄个查迄个即个有关即个婚姻离婚的迄个时阵，我就有发现一个现象，愈少年的年龄层。越低的年龄层，离婚率越高。迄就是看见着侪人，伊伫咧少年的时阵，伊期待迄个婚姻，但是伊却是当伊结婚的时阵，伊发现甲伊想象的无共款，伊就伫迄个中间来安尼，像我头拄讲的，安尼将即个婚姻当成儿戏共款。当作那亲像买卖用后即丢。我看过最短的婚姻是3分40秒，就是意思就是讲，伊结婚了马上伊就离婚啊！这是真正是拄我伫咧新闻内底看到的所以咱毋好伫遐笑，真正伫咧即个社会都有即种现象。但是今仔日咱做一个基督徒，咱安怎来面对咱的婚姻？这也就是咱今仔日爱需要好好来去想象，以及来去安尼来帮助咱家己的婚姻维持咱的婚姻。互咱伫咧咱的婚姻内面，咱需要的是安怎？咱需要有一款的迄个认知甲认捌，就是讲我因为即个人好，才来娶伊呢，是伊虽然无好，我犹原娶伊是讲我是因为伊即个人好，我才来嫁伊。是讲伊虽然无好，我犹原要嫁伊。侪人伊伫遐选择伊的结婚的即个对象，拢是因为对方有一个真好的一面，伫遐感觉讲伊互伊的即个对婚姻充满了即个憧憬。但是事实上是啥物货？搁较好的人拢有伊的缺点，因为即个世间照着圣经。罗马书第3章内面讲起，就讲伫咧即个世间无一个义人一个都无。这并毋是表示讲咱会通伫遐来安尼真凊彩伫遐来选择咱的结婚的对象，乃是袂通因为对方的好，咱才来甲伊结婚。乃是咱必须要接受的，就是讲咱的即个结婚的对象，其实伊是一个无好的，也讲，就是讲，伊是一个无完美的、无完全的。但是我犹原欣赏对方，我犹原欢喜甲伊安尼做伙伫遐来结即个婚姻的约。因为伫咧即个婚姻中，
看见着对方的无好是一个正常的代志，这并无代表对方袂变好，所以咱安尼就毋通安尼讲放弃啊，乃是安尼伫遐来迄种接纳对方，来仰望对方会改变，会变了更较好。所以婚姻毋是迄个童话故事内面迄款的完美结局啊，嘛毋是迄个连续剧内面迄款的浪漫的迄款的爱情，乃是咱需要是搁较进一步。咱的婚姻需要是搁较进一步，是达到迄个叫做舍己安尼迄款的最高的境界，也是亲像头拄咱伫咧经文内面讲起的，亲像基督为教会来放杀伊的性命共款。美满的婚姻必须要是用到迄个对方来做出发点，也就是用你来当做出发点，无搁再是用到我来做出发点。无搁再是伫迄个中间，咱伫遐来满足咱家己安尼若定，咱伫迄个中间乃是要满足对方，伫遐来成全对方，来安尼迄个美满的家庭，美满的婚姻是伫咧迄个安尼讲放杀咱家己舍己的迄款的中间，伫遐来建立，不断伫遐来改变咱家己，来适应对方毋是迄个要求对方来改变，咱家己拢无要改变。伫遐改变人，咱爱知影是改变人是上帝的工作。这也就是牧师一直伫遐不断伫遐讲起的，就是讲迄个困难的代志，互上帝来做；容易的代志，人来做。咱伫迄个中间，咱的责任是伫遐不断伫遐来改变咱家己，因为改变咱家己是容易的，咱要改变对方是困难的，困难的代志，互上帝来改变。咱将咱的另外一半，伫迄中间，咱来交托伫主的手中。伊虽然有一寡无好的，咱看做无好的，但是伫上帝的眼中，咱爱会记，主安怎看咱？主伊伫咧创造的时阵，伊看伊所创造的逐项拢是好，包括你看做无好的，伫主的眼中依然是好啊。所以咱伫迄个中间，咱需要是啥物货？咱需要是改变咱家己，互咱家己安尼哪来哪好，伫咧上帝的目睭中看做好。当咱哪来哪好，咱将咱的另外一半交伫主的手中的时阵，上帝自然伊就做迄个困难的代志，伫咧伊的心内开始看见你的改变，伊也对你改变。所以困难的代志，上帝做；容易的代志，咱来做。咱的责任就是改变咱自己，过来去接纳对方。当咱安尼对伫即个婚姻安尼，搁彼此有一个真正确的迄款的期待的时阵，咱就法度去接纳对方的迄个无好，迄个安尼无伫迄个中间伫遐安尼怨恨对方，也是讲安尼对对方安尼失望，乃是安尼怀着迄个愿望。伫遐来继续咱的迄个婚姻的生活，最后伫咱的婚姻的即个旅程的内面，牧师也爱伫遐来安尼劝勉咱彼此，毋是牧师做了已经有够，乃是咱彼此伫遮彼此来相劝勉，就是咱伫咧即个婚姻的旅程内面，咱着爱谨慎，搁较着爱多撇试探，婚姻是伫咧即个中间。犹原咱会通发现，咱伫咧即个婚姻的过程内面，会通互咱犹原看见着讲，还佫有侪侪互咱感觉会互咱心动的人。我相信咱逐个人拢共款吼，毋是干那牧师安尼尔吼。咱今仔日咱会通看见着，像讲牧师来到宜兰，我无法度约出恁的会所，我看见着每一个人的时阵，拢看逐个人拢足少年的。我若毋是看教会信徒的资料，我讲你有几岁啊？你有70岁啊？甚至有诶安尼看起来，抑搁那迄落叫做啥？资深美少女，结果年龄我一看讲，算讲80岁。
咱伫咧宜兰后山好水，看见咱的姊妹兄弟，看见咱的姊妹，大家都当美女啊！哦，啊，咱遮个姊妹看见咱的遮个兄弟，大家都当帅哥。所以咱伫咱的婚姻的内面啊，咱虽然讲咱有一个真美好的另外一半，但是咱嘛会看见着其他遮个伫咧咱的四周围有真侪真安尼，咱看做好的遮个姊妹，啊是咱的兄弟，敢毋是？是安怎咱看做好？因为因同款有上帝形象，敢毋是？所以咱看见因的时阵，咱就那亲像看见上帝，看见天使同款。所以哎呀，看见这姊妹，看见这兄弟，哎呀，这尔啊安尼水，这尔啊美好。咱伫迄中间伫遐欣赏，但是你伫咧欣赏的过程内面，咱爱真谨慎，咱爱多撇试探。互咱无抵到伫迄中间来得罪上帝。夫妻若会通伫迄中间来共同努力，对伫咱的婚姻有一个正确期待，咱搁伫遐搁来多撇这个试探，咱的婚姻就要哪来哪好，婚姻也要哪来哪甘甜。所以牧师有3个题目互咱来好好来去思考。伫咧即个礼拜，咱会通好好来思考。伫现今咱即马即个社会，咱的教会甲着教会普遍爱面对一个真严重的问题，到底是甚物货？咱要怎样伊会造成甚物款的影响？伊对咱家庭有甚物款的影响？佮对咱的教会有甚物款的影响？所以求主帮助咱。第二个问题是，当人离开了上帝，对婚姻的迄款安尼的心意的时阵，所带来迄款安尼。侪的迄个混乱甲着问题，咱要怎样转来到伫上帝对伫婚姻迄个原底应该有的迄款的心意，来建立一个属上帝迄个婚姻的观念。第三，就是伫咧美满的婚姻的内面，是一个安尼看无家己，是放杀家己的迄款安尼的观念的内面伫遐来建立。为什么爱不断伫遐来改变咱家己来适应对方？却毋是伫遐要求对方来改变，安尼咱要怎样？咱有啥物货是因为要爱改变迄落咱的对方，递到伫迄中间来产生冲突，来破坏迄个关系。所以求主帮助咱要安怎样来互咱的即个婚姻哪来哪好？求主帮助咱，透过着咱今仔日的礼拜。咱透过着今仔日所领受的经文，搁一摆互咱提醒，互咱的婚姻，咱的每一个家庭会通哪来哪好，哪得到上帝的祝福恩典满满。咱同心来祈祷。希望的主，阮感谢阿罗你，透过主你今仔日对阮所将你家己的话语来启示阮，主你也帮助阮。互阮伫咧面对着，阮不管是阮已经伫咧婚姻的中间，是阮抑搁伫迄个期待婚姻，求主帮助阮会通对婚姻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互阮会通无有迄个错误的期待，乃是阮欢喜为着阮的对方，阮来欢喜来改变阮家己，来互彼此之间的关系会通哪来哪好，也愿你的神不断来光照阮、引带阮，互阮会通来将阮家己来超越，若是干那到伫一个即个世间的即个律法安尼的赞处，乃是阮要提升阮家己到伫主上帝的迄个观点、眼光安尼的赞处来。伫咧阮的生活中，来好好诚做助力所爱阮所诚做迄款安尼助力学生，互阮的性命会通互侪人看见阮的家庭、阮的婚姻生活就会通若欣赏阮，会通来安尼教阮共款，来进入伫助力的角度内面，为着要来领受对助力天顶迄个属天的即个祝福，愿你的神不断来光照阮、帮助阮，互阮会通安尼
行伫主你所欢喜的道路顶面，安尼恳求祈祷，拢上过叫做佢的圣名，阿免。请咱同心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458首，圣诗458首，恳求至尊的天父，请起立。这是咱来看本主日是11奉献的主日，请咱用感恩的心来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请起立吟诵11奉献诗。耶和华，你是天地的主宰，各有荣光、威严、能力甲德性。迄若伫天顶地下，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予人智慧、气力甲性命，想事拢出伫你的手。我能你，学了你极大的荣光，我是生命。竟然为安尼奉献，因为阮伫你的面前是出外人，是寄卡的。阮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无通望长长伫地。耶和华，阮的上帝啊，万物拢对你来，阮欢喜将你所赐的献互你。请坐。请咱同心来感恩奉献，请吴承安执事、曾子祥执事。
请起立，咱来吟奉献的诗歌。感谢你，因为有主，我互我有平安的生活，透过牧师的监督，互我明白你的价值，我感谢你。只是我奉献只需要淡薄，互教会是使用。我安尼祈祷，拢是奉靠救主的名求。阿门。阿门。请坐。请咱同齐来读本周的经句。以弗所书第5章29到30节，咱同齐来读。无人怨恨家己的身躯，颠倒是家己保养照顾，甲基督对待教会同款，因为咱是伊身躯的肢体。以弗所书第5章29到30节，咱搁读一遍。无人怨恨家己的身躯，颠倒是家己保养照顾，甲基督对待教会同款，因为咱是伊身躯的肢体。以弗所书第5章29到30节，咱即是来人生报告，报告在先。敢有新的朋友伫咱当中？好，若无咱来看报告。报告事项，报告事项第1点，本主日是11奉献主日，请咱用感恩的心来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第2点，后主日是文字传道奉献主日，台湾教会广播社安排大溪教会甲本会牧师交换讲台，感谢吕宗民牧师代表介绍到本会来请安正道，请爷这为着文字传道事工关心代祷甲奉献。第3点，后主日礼拜后召开主日学教员会，请同工预备心。具体消息，第1点，7月18，也就是拜一，7星中会有召开议会。教会牧师林耀新、长老方灵辉、长老庄芳梅代表本会参加。第2点甲第3点，请听者家己看。代祷事项，请参看本会每周的代祷函。注意事项嘛，请大家家己看。顶周聚会出席奉献报告，咱请听者家己看。事项表。后周服侍兄弟，请备办心。会计报告，请过目。若有毋对，请向干事来订正。好，咱即马同心来祈祷。主爱天父，感谢你，伫你的疼内底，每一工拢得到力量甲平安。伫一届搁一届的祈祷中，看见困难被改变，看见愿望代替了失望。感谢你对天顶降落恩典，赐予超找你的人，伫疫情中保守阮健康平安，就算确诊也得到真好的医治，副作用嘛降到上低。也恳求天父面对各种的变种病毒。甲好多的病毒的影响，
有对主内的平安，也求主来保守全球气候变迁造成的天灾人祸，俄乌的战争会当早日结束，受苦的百姓会当得到扶持安慰，保守教会宣教的事工，社区弱势关怀，实教70周年的献堂，拢有圣灵的光照甲引带，也保守教会兄弟新圣灵拢得到永壮，病得到医治。感谢天父，阮安尼祝福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阿门。请咱做伙来吟祝福诗，圣诗399首，愿上主带仁爱，银线，请牧师祝祷，起立。当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反正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透过阮今仔日对主你所领受的，愿你的神亲自来施恩赐福保守阮所有正兄弟的婚姻的生活。不管是阮伫咧婚姻中，也是也咧期待婚姻，主你拢为阮备办，也为阮保守，互阮真正会通照着主你的心意。来建立一个真美满、属伫上帝你的心意安尼的婚姻，互做阮的遮亲朋戚友、阮的同事看见阮的迄个婚姻，就安尼欢喜来跟对来互做人来将一切荣光来归伫你。但愿你听阮恳求的声，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胜。各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险。吊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列岛避讳。